报户，渔获怎样才能活着带回家？雷达超级放电平台具备行驶、静止、锁车6000瓦全场景用电能力，在车辆行驶过程中，只需接入后箱放电面板就可以轻松取电打氧。而市面上众多依赖 V2L 电枪取电的车型，天生无法在行驶场景下放电。雷达6000瓦全场景用电技术得益于雷达充放电单元电路智能分配、智能逆变放电系统等专利的应用，不仅仅是行驶过程中，即便是充电过程中，也能够持续为用电器供电不中断。别说报户，就是做水产生意，远距离大量运输也能够时刻保持水温和氧气输送，轻松保障鱼虾鲜活，运输过程零损失。安全方面，雷达后箱放电面板防护等级达到 IP67， 运输过程中溅出的水也不会导致安全隐患。雷达超级外放电技术，让生活无比鲜活。